客家苗栗嘅好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蔡永贤。今日我老大家讲嘅课程，叫做苏东西。讲到苏东西，我先来讲下乜嘢係客家戲。客家戲一個傳統嘅客家戲啊，有很多採茶戲，佢流行台灣客家族群、客家莊地方嘅傳統戲劇嘅一個劇種。佢本來開始嘅內容呢，對一個茶嘅文化來做主題，故所就有很多採茶戲，佢結合一個歌舞表演，有阿楚阿丹一個重要嘅角色，嗰個呢用四言腔嘅一個客話來表演，一個唱腔地方最主要嘅開始一個三腳採茶戲有9腔18調，然後發展到有採戲嘅時節。有三國志平版，也就是一個大家親筆最流行的東西。客家戲又有分做大戲，然後一個小戲。當然小戲的先有一般做很多三腳採茶戲，一三腳真神奇就很多落體數30人做的表演，也係千件之嘅一個表演方式。到社會上也目前講嘅街頭藝人、街頭藝人安尼，而家30人呢能力都超強樣板強，而自家機械呢自家大鑼鼓，包含表演做戲，故所人家就講三腳採茶戲，但是一個戲嘅以茶為題，中山龍賣茶故事呢，故所佢係一隻阿楚兩隻阿丹，一阿楚就係中山龍，一兩個小丹呢，一個就夾姑娘，一個夾老妹，也普通都親比較專業嘅人，其實我講三隻角色，三隻角色。咩第二三腳採茶戲也有啲當嗰隻腳嗰隻詩老頭擺角色嘅角係強隻詩，唔過人家台灣嘅三腳採茶戲呢係包含大鑼鼓、矮弦嘅，也就做起。當然還有到發展到專業嘅世界，也就分開來咧。專門做戲嘅人係專門做戲，一條。愛弦嘅大鑼鼓嘅人，佢就另外一個音樂部分嘅前後場安尼。採戲都冇相同咧，都有採戲嘅時節，也就唔係三隻角色咧，佢包含有各種嘅一個人嘅阿楚、老生、小生、丹、苦丹、一個花丹，嗰個大花、二花，也個公物，所有嘅角色都有了，也就很多做大戲。當然，喺台灣，除咗係講客嘅戲嘅，台灣咧，另外還有個比較多年出拳，一個河洛，也河洛人咧，也做嘅戲嘅咧，也很多歌戲。